上，讲咱人的心嘛是足恐怖，真正有够恐怖，是毋是？咱讲的，咱若今仔日互咱去住伫个非洲，住伫迄个伊索比亚，住伫个难民，咱有迄相片拢定咧互咱看，啊，住伫迄种的所在，毋知你即个时阵是烦恼啥吼？毋知是你的时阵，敢会想讲我无食好的面山珍海味我食袂落，无穿啥物的衫我穿袂落，迄个时阵吼，你着安怎？你着心内想讲，我当时离开遮，吼，是毋是？我哪会较艰苦？所以咱爱祈福，嘛是咧人讲，吼，咱爱祈福。咱今仔药房袂当互咱即身躯安怎不节制，所以咱爱安怎爱祈福，希望咱今仔日有即个身躯，有人来到即个世间，会当来得到即个道，会当好啊来修行，咱爱安怎爱感恩，咱是爱感恩，爱足感恩的吼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袂当唱药，毋当纵容他啊。人讲迄袂生一个呢，你敢知影？迄囡仔敢会生一个？人生囝不好啊，生猪牙走，袂生一个哈，爱甲教，头拄讲爱甲教，哦，爱甲制止，哦，该对就对，该毋对就是安怎毋对，哦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咧甲人讲，好乐的心爱安怎节制，就是咱的药方爱安怎，爱要安怎家安怎，家分辨拢清楚，该拄好就好哈。互你食7分饱，你就7分饱，你嘛想要甲我食安尼，着搁去食胃药啊？对毋对？吼，食好艰苦，拄好，刚刚好，中庸之道，是毋是？中庸之道，咱今仔拢咧行中庸之道。咱今仔学大学，就是要行中路，行正路，袂当偏去，袂当偏去咯，吼。所以呢，再来，我甲人讲，有所忧患，即不知其情。忧患叫做啥物？烦恼。啊，咱有烦恼无？咱即摆敢阁有烦恼？毋通有烦恼啊！迄班也听听哦，毋通阁咧烦恼，安尼互海会哭，恁敢知？因为恁拢白听吼，毋通烦恼，甲烦恼减少，安尼叫做有进步。毋通甲烦恼变愈侪，安尼叫做无进步。所以咱来到咱即世，咱人来到即个世间，拢是每一项拢咧考咱的考试单咧。咱即世人也考无及格，后世人阁爱考无？爱呢。咱阁爱考共款的话，共款的话题，共款的考试单，共款的题目呢。你上烦恼啥物代志？你即世人上烦恼，你无解脱，你后世人阁来问，阁来考即个题目啊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要找答案。要找到咱的答案啊！原来如此，毋是如喵，原来如此啊！所以呢，咱今仔日为虾米咱今仔日烦恼？忧啊，忧什么？社会人、世间人啊吼，忧其身功名富贵，未当如其愿啊！烦恼多哦，是毋是？社会人拢烦恼多尔，啊无伊咧拼啥？伊咧无用啥？人讲无用读哦，是毋是？毋是啊！伊就是想讲安怎，我会当安怎，会当较好过嘛，会当较好诶嘛。但是伊是烦恼啥？有啊，搁安怎去又无去，所以患得患失，向咧手诶，也饲又死，啊放诶，也安怎，甲飞去，是毋是安尼？我爱诶物件，哦，敢会当拥有的是你的，敢会当因故，咱爱诶物件，敢会永远拢是咱诶？无可能。咱来看头一个哦，咱所爱的物件，如果咱无法度看透，即世人就是安怎，咱上执着的物件哦，吼，咱无看透，就是咱执着的物件，就是带后世人安怎，搁继续轮回哦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毋通爱烦恼，毋通烦恼啊，吼，所以爱看破世间的啥物假象，咱今仔日爱认清人生的真相，的真实相，咱也知讲哦，原来。人来也载不去，啊，人来也空空，啊去也空空，拢载袂走，是要互咱渐大、渐用、渐轻、渐用尔。咱袂当安怎甲占有。你一旦生着一个占有的心的时阵，哇，我艰苦咯，哇，我烦恼咯。迄阵哦，你看袂开是你呢。这世间人足侪代志看袂开，情啊、爱啦。钱啦、财啦、名啦、利啦，看袂破，为情来安怎不动？你不动你敢听有？
不动吼，对顶头跳来都不动，就安尼，就塞有哪哪呢？是毋是？所以咱甲想，为着任何的贵民，人讲鸟为食亡，迄鸟啊为着食会死呢，啊，人为着人为财死啊，啊鸟为食亡。迄河下要来新湾山啊，迄鸟啊有够济呢。啊，拢想讲奇怪，恁爱拢毋走，我拢爱动车，互因紧走呢。因就是因为有食物嘛，啊因拢毋走啊。啊，我爱叫他巴呢，啊因拢毋知听有啊无呢，对毋对？人爱鸟鸟啊呢，伊较大啊，因为咱惊害着伊的性命，啊害着伊性命，才害着我，我爱做做啊，所以我爱鸟伊。啊，所以咱今日啥？道德经嘛，甲咱讲啊，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咱今日忧烦啥物？咱嘛烦恼咱即身躯咧，烦恼我安怎？烦恼我安尼好足公平诶咧，啊烦恼我去用武力咧，逼死淡薄安尼。啊烦恼即身躯啥物？惊艰苦咧，惊生惊死咧，惊病咧，惊老咧，逐项无惊着，逐项无一个无惊着咧。咱有惊老无？有咧，莫甲咱互学讲无啦，有啦，啊无咱拢买足侪来活，对毋对？加减啊惊嘛。是毋是？所以呢，咱拢惊咧，啊惊拢惊即身躯咧。其实咱拢惊即身躯去互害了了。啊，咱敢着惊？因为咱今日无法度看到真实相，咱着惊。头拄讲，本来无一物，你是咧惊啥？本来就不是一物，你怕什么？这跟咱的自信一丝仔关系拢无，这跟咱的生死一丝仔关系嘛拢无。啊，咱今仔日是要创啥？咱食啥物饭，做啥物工课？咱咧惊啥？咱咧烦恼啥？烦恼我无钱。老师甲咱讲。出国门，安怎？不平，不虎，不平。出我们不入我们不平。啊，咱是咧惊啥？哪会着惊？人来到世间注定好好，你要食偌济，你要用偌济，你要穿偌济，注定好好，一切拢是咱前世因缘果报带来的。所以你好歹拢爱问你家己。你好，你要感谢你家己；你歹，你要怨叹你家己。所以咱来好好来修，是毋是？毋免烦恼，毋免忧烦，一切拢是命，一切拢是命安排。所以呢，咱毋免烦恼遐尔啊济。咱即身躯叫做业报身，业报身啊。咱即身躯人来世，咱即身躯就带业来啊。所以呢，咱太有啥物人去烦恼？咱来紧安怎改变命运？咱是来改变咱的运命，为着开始，毋是即个心啦，是即个心。咱爱讲即个心，毋通讲即个心，这是心中的心。啊，咱互我讲即个，其实是因为惯势因为心咧跳就才咧跳，其实这是假的哈。迄个也无伫的，即个嘛袂跳安尼。所以呢，咱今仔知影，咱来看透生命的实相，人生的真理。爱看透咱爱看透万事万物，天地的一切啥物，一切的相来影响来咱的自心嘛。所以咱来啥？咱今仔修道嘛是安怎？甲天做一个契机嘛，感应嘛。咱今仔讲天清地明，咱人居伫咧三才之一，天地人。咱要讲三才之一呢，咱今仔日烦恼是烦恼啥？咱来烦恼，咱袂通求着解脱的路啦，咱毋通烦恼人世间的一切。咱今仔日毋通烦恼人世间的一切，所以咱若烦恼人世间的一切，咱后摆会后悔，咱咧烦恼，咱今仔日要安怎解脱？我的生死要安怎了？毋通管别人，爱管家己。烦恼家己就好，毋通烦恼别人。所以孔子讲五十知天命，咱敢知影知咱的天命？五十那个五就是在中庸之道，伫咧中者，迄个根本，咱伊知天命，伊知影。咱即马敢知影咱的天命？天命之谓性，是毋是？天命之谓性，所以咱给它表现出来，率性之谓道，这自然的，一点嘛袂烦恼，囡仔敢会烦恼？迄足幼的囡仔，迄婴孩敢会烦恼？袂呢，你当作伊巴肚枵咧烦恼吗？迄是足自然的，我巴肚枵，我要食饭呢，我要啉奶奶呢，伊会甲你哭，你就甲踢落去。人伊食饱，伊就无代志啊呢。迄条纸仔淡你甲换换的，人伊嘛无代志啊呢。
伊讲你袂使甲我用，你袂使甲我用迄个好奇宝宝，你爱甲我用方宝适哦。伊无安尼讲对毋对？你袂使甲我用迄个雅培哦，你爱甲我用塔洛卡尼哦，羊奶的哦，迄较贵哦。你甲食，你互伊食啥，伊嘛食啥，是毋是？伊哪会去烦恼？袂烦恼。人伊食了，伊受着，所以你看婴孩目睭拢安尼，有啊，手中诶，对毋对？所以无怪人讲伊分风啊，有人咧落雨啊，要啥？甲天会感应。啊，咱今仔甲天会感应无？拢袂感应，拢袂感应。所以人咧讲迄狗遐啦、大菌啊，啊要落大雨诶时阵，人拢会知影要走啊。啊，咱咧结束来诶时阵，咱拢毋知影要倒啦。等互引起咱讲啊领话，老师，我来安尼。哦，是毋是？所以咱来烦恼啥？知天命啊，要知天命哦，知影咱家己。那么再来，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习而不知其理，此谓修心在静其心。所以修心在静其心。那么呢，心无伫诶，各位浅浅，心，迄个心，迄个烟，你有看迄个烟无？迄个烟。迄个烟是毋是会正身去互一只马仔甲拖去啊？寒去互拖去啊？所以刷落来我就是安怎看当作无看着，听当作无听着，食无滋味。啊，毋着像迄个植物人哦，像迄植物人就是安尼啊。敢毋是为虾米？身体互胖去。所以呢，因为咱的身体七情六欲已经影响着咱的判断力，所以呢。三灵子曰：三灵行，必用五事。积极善者离穷己，积极不善者离戒己。嘿，真正卷舌咧吼，离戒己。所以爱来甲人讲，明明有听到，我为虾米当作无听到？明明有看到，我为虾米当作无看到？因为咱的情，迄个情色啊，情啊。哦，迄个假色啊、假情啊、假爱啦，甲咱砍掉了，甲咱蒙蔽，迄个心叫拖去啊！我真看到即个花足水，我会目睭同啊标伫迄个花啊呢，因为我心无伫个遐呢。恁真逐个拢坐伫遮，恁的心伫恁兜，互我讲甲咧，气喘喘，气喘喘，你嘛毋知互我咧讲啥呢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，伊咧甲人讲，看心无伫个，看拢看表面，听拢听表面。所以咱人目睭拢咧看外口，咱拢头头讲哦，咱拢无咧看咱家己，是毋是？拢咧看外口，哦，你较水哦，你较大颗哦，你最近咧减肥啊哦，你拢你，安尼拢无，我最近敢若安尼啊？是毋是？反观自照，反省啊，要反观啊，要关照啊，咱来看咱家己，是毋是？这种心要在焉啊，心要在焉，听。咱心无伫会听，咱就分别听，爱听好话，无爱听歹话。人也甲咱讲好话，吼，欢喜甲迄个尾巴拢。